日搞呢個活動咧係叫做星之花嘅工作坊。咁主要呢個工作坊咧係能夠帶俾同學一種好療愈嘅感覺啦、relax 嘅感覺啦。其實佢本身係一個 mindfulness 嘅活動，唔係純粹係一個手作嚟嘅。咁同學透過佢一路一翹啲線咧，咁佢個感覺係會好寧靜啦、好舒服啦咁樣。完成之後咧，每一個人都睇到佢唔同嘅設計嘅。咁咧就有一種嘅獨特感，同埋自己有一種嘅成功感。咁我覺得係一個對學生嚟講係一個相當唔錯嘅一個活動嚟嘅。都好開心，好榮幸可以參與到係啦，即係有2個鐘時間同佢偷閒，即係喺度翹呢啲線啊。即係初頭以為好容易啊，點知翹到一半就知，賴嘢啦！搞極啲線都係好整齊，好難咁樣啦。但係翹下發現咧，其實係即係幾開心嘅個成品去掛喺邊啦。其實最緊要咧係中間個 message 啊，中間 message 放祝福啊，或者鼓勵自己咧都係好緊要，所以咧都係呢個星之花嘅精神所在就係中間個位啦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恭喜發財，係馬年一帆風順。咁我祝大家咧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最緊要活得開心自在。多謝各位。